好渴望拍拖，好想揾到個好錫你、了解你、陪你走落去嘅人，但成日都遇到唔啱，又或者令你好心累嘅人，又或者你係上一段關係因為對方出軌而分手，你同自己講下一次一定要揾一個專一嘅，點知下一個又係渣男，又或者你好憎伴侶有好強烈控制欲，但偏偏每一次吸引到嘅都係啲好中意管住你，令你唞唔過氣來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我成日都會遇到同一類人？點解我嘅愛情劇本好似不停重複又重複？點避都避唔開，其實好多時都係因為你未學識一個人獨處，同埋未睇清楚自己背後業力嘅循環。大家好，我係 KK 師傅，我喺 IG 經營愛情玄學諮詢服務，我會喺呢個 channel 同大家一齊讀愛情心靈書，結合我嘅玄學經驗，幫大家喺書中學到嘅實戰技巧，再應用喺自己感情度。星期一至五朝頭早8點鐘，我都準時會喺度陪你。今日要介紹嘅呢本書叫做《愛的8法則》，如何找到愛、維繫愛、放下愛，作者係結衣謝蒂 Jay Shetty。佢之前曾經做過3年嘅真人，還俗之後將真人嘅心態同現代關係科學結合，寫成呢一本好實用嘅愛情指南書。呢一本書分成4大部分：準備愛、實踐愛、保護愛同埋完美愛。先講第一部分，準備愛有2個法則。第一個法則係俾時間自己獨處，好多人都唔習慣獨處，由細到大社會一直教我哋一個人食飯、睇戲、旅行就代表你孤獨不善交際，所以我哋好驚孤單寂寞，為咗逃避呢一種感覺，會急不及待跳入另一段關係。只要有人陪，就算嗰個人根本唔啱，段關係充滿問題，都好過自己一個人。作者話，第一步先學識同自己相處。佢話孤單同獨處係2回事，孤單係痛苦，覺得自己被世界遺棄；獨處就係充滿力量嘅狀態。當你一個人嘅時候，先可以真正認識自己嘅喜愛、價值觀同底線。要由孤獨走向獨處，有3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叫做臨在，即係活喺當下，留意自己嘅感受同選擇。試下一個人慢慢食餐飯、睇場戲，唔玩電話，純粹感受自己心情。只有清楚自己，你先揾到價值觀相近嘅人。第2階段叫不適，開始獨處，你一定會覺得悶、焦慮，甚至想即刻揾人陪。但呢一種不適係必經之路，你要學識同佢共存，而唔係一悶就逃避。好似第一次一個人去旅行，起初好唔習慣，但慢慢你會發現自己一個人都可以好享受。第3個階段叫自信，習慣咗獨處，你會開始欣賞自己，建立真正自信。呢一種自信唔係靠人哋嘅讚美，而係由內心出嚟。呢個時候你就會有自控力，遇到吸引你嘅人，你就唔會盲目撲埋過去，而係停一停，問自己呢個人係咪真係適合我啊？當你學識獨處，你開始識得滋養自己，保護自己，俾自己安全感，你嘅心境會變得清靜穩定，唔再容易受外界影響。呢個位置要加插一口玄學嘅彩蛋。八字命格嚟講，有3種人係最怕一個人相處嘅。第一種身弱，格局力量不足，即係你屬木嘅，但係八字嘅水同木嘅元素好少，容易缺乏安全感，好依賴另一半。第二種比肩劫財較多嘅人，假設你屬火，而八字有好多火嘅元素，中意呼風喚雨、三五成群。例如你屬火或者屬水，而八字都有好多火嘅元素或者水嘅元素，總之係相關嘅元素，咁你就中意呼朋喚友、三五成群。一個人相處會覺得好無聊，好冇動力。第3種食神傷官過重，佢哋比較能言善道，愛分享，中意有人欣賞同陪伴。一個人就會覺得孤單空虛。好啦，第2個法則，唔好忽視業力。作者將業力解釋為因果法則，你過去嘅選擇會形成今日嘅結果。佢提出話，業力循環，即係童年或者過去嘅經歷產生印象，印象產生信念，信念影響選擇，選擇帶來結果。如果我哋冇意識到呢一個循環嘅存在，就會不停重複犯錯，不停吸引同樣嘅人。咁到底係乜嘢？喺我哋未有意識到之前，已經寫好晒成個愛情劇本啦。作者話主要有3個來源。第一，父母，佢係我哋人生第一對伴侶，佢哋嘅相處模式會深深印喺我哋嘅腦海入邊。如果父母經常鬧交，我哋會覺得愛情就係衝突。如果一方強勢，一方委屈，就容易複製權力不平等嘅關係。第二，媒體同流行文化，愛情電影、偶像劇集、情歌，成日教你要一見鐘情、轟轟烈烈、命中注定、霸道總裁咁。但現實中呢一種戲劇式嘅愛情，往往係好短暫又好危險。第3，初戀，科學研究發現，我哋大腦負責理性判斷、衝動控制同埋學習由錯誤中成長嘅前額葉皮質，要去到25歲左右先會完全發展成熟。喺青春期呢一個區域仲未成熟，但負責情緒、恐懼
同強烈感受嘅杏仁核就極度活躍，所以初戀嘅體會特別強烈，特別刻骨銘心。就算嗰段關係唔係好開心，我哋嘅大腦都會將佢自動美化，深深印喺記憶入邊，變成之後真愛嘅標準模板。結果我哋大個之後就會不自覺追尋呢一種感覺。受住呢啲影響，作者歸納出5種我哋最容易不自覺愛上嘅人。第一種，反叛者，佢哋唔守規矩，中意挑戰，你可能會被佢哋嘅不羈吸引，覺得好刺激，但長遠嚟講，佢哋往往缺乏責任感同穩定性。第二種係追求者，呢種人喺感情上或者身體上永遠都係同你保持距離，令你覺得好難捉摸。你越追佢越走，你以為自己只係愛佢，其實你只係沉迷喺嗰一種得唔到嘅刺激感。第三種係需要被拯救嘅人，你覺得對方好可憐，好需要你嘅幫手同照顧，你將自己變成救世主咁，以為用愛就可以改變佢，但結果係耗盡晒自己嘅心力，對方依然唔會改變。第四種係渣男渣女，佢哋好識氹人開心，好有魅力，但就係唔肯俾承諾。你以為自己可以感動到佢，但最後都係損手爛腳離場。第五種係光鮮亮麗嘅人，佢哋可能好有錢，好有名或者好靚，你會俾佢哋嘅外在條件所吸引，以為同佢哋一齊，自己嘅身價都會提升。但你忽略咗外在條件並唔代表內在嘅契合。當你發現自己成日都愛上呢5種人嘅其中一個，你就要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問一問自己，到底我內心有咩缺口，需要透過呢一種人填補？咁點樣打破呢一種宿命呢？關鍵係覺察，你要清楚自己帶入關口嘅缺口係乜嘢。缺口係指你未處理好嘅創傷、恐懼、不安全感同埋對人哋過度嘅期望。如果你帶住缺口去拍拖，你其實係要求對方做你嘅心理醫生，要求對方為你嘅快樂負責。呢一種關係注定失敗，因為對方會感受到無限嘅壓力。真正嘅改變係由內而外，先處理好自己嘅創傷，填補缺口。當你內在能量轉變，舊有嘅習慣都會慢慢轉化，你唔再需要反叛者或者追逐者嚟證明自己價值，你會自然揾到欣賞你、尊重你、珍惜你嘅人。總結今日2個法則，想揾到真愛，第一步學識讓自己獨處，建立內在自信；第二步係覺察力嘅循環，唔好再俾過去寫你嘅愛情劇本。當呢2個法則都做到，你先可以由成日吸引錯嘅人變成主動選擇對的人。不過當真正開始吸引到適合嘅人之後，又會遇到另一個問題。明明一開始就覺得同對方好有火花，傾到偈，心跳加速，已經認定佢係另一半，但拍拖一段時間之後，就開始為小事鬧交，或者感情變得平淡，你就會開始懷疑，到底之前嗰一種感覺係咪真愛？點解我哋成日會將好感同激情同真正嘅愛撈亂埋一齊呢？下一集我哋會進入愛的8法則第2步，實踐愛，深入探討到底你以為嘅愛未必係真愛，都會拆解火花同真愛嘅分別，教你點樣定義屬於自己嘅愛情，避免一開始就行錯路。如果聽到呢一度，發現自己對現有呢一段感情關係冇乜感覺，或者對方想分手而又唔知點算好，歡迎喺 IG 揾 KK 師傅做一個奇門遁甲占卜諮詢啦，睇睇你哋嘅感情走勢如何。我係 KK 師傅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